OK，大家好，又同大家見面啦。呢度係今日不設防灣區號房，我係一鳴啊。咁今日咧就珠海落大雨啦，咁就同大家去考博去分享下近期影嘅一啲樓盤啦。咁近期大家都睇到有影咗佳健康城啦、中澳春城啦、金大世紀城啦、國際花城，咁呢包括裕豐面門呢幾個盤嘅。咁點解咁多人會港澳朋友會揀到坦洲呢個盤呢？其實不妨係幾個原因嘅。第一個就係交通嘅問題啦。咁以上講嘅呢幾個盤呢，其實每一個都係有樓巴車翻到香港、荃灣啦、太子啦等等呢啲嘅，每日有2到4班車往返去翻到香港同埋坦洲呢個區域嘅。咁第二個原因呢，就係佢嘅配套啦，講緊係。雖然佢係屬於中山管理嘅一個城市啦，咁其實佢所享受嘅配套咧，幾乎都係珠海嘅配套，無論係交通啦、商業啦、醫療啦，同埋生活質素啦，呢啲幾乎都係享受珠海嘅配套。咁第三個原因咧就係銀碼細咯，總價低咯，單價低咯，珠海1倍嘅價位咯就可以上到車咯，同埋亦都有好多。低首期上到車咯，90零100萬左右就已經擁有嘅啦。第四個原因咧就精裝現樓現證，即買即收樓嘅。咁呢個對於好多港澳朋友嚟講，我唔使煩，唔使膽，唔使 hea 喺度配套同樣都已經起咗啦。咁平時睇醫生又好，睇戲又好，食飯飲茶購物又好，非常之便利。咁用最少嘅錢，享受嘅配套係一樣嘅。咁點解唔揀呢個位置呢？當然，所有嘅樓盤一定係有佢嘅優勢啦，有佢嘅劣勢啦。咁我哋就睇翻佢大陸人同港澳人佢係有區別。咁我唔使考慮細路仔喺呢一區去翻學啦，係咪先？呢個就學位嘅問題啦，就唔同大家詳細去介紹啦。咁講到以上幾個樓盤，咁又要點揀呢？譬如話，中澳春城咁12000左右嘅一個價位，咁就5萬嘅首期，月供都係3000零4000蚊人仔，精裝現樓交付嘅。咁呢個盤 O 唔 OK 呢？亦都 OK， 就因人而異咯，係嘛？睇翻自己。第二個樓盤咧就裕豐面門，佢係比較近珠海嘅樓盤啦。咁去到華佛商都係3到5分鐘嘅一個車程，咁佢嘅價位同樣都係12000幾、13000幾，亦都係精裝現樓，實用率亦都比較高，就係佢嘅物業管理會相對爭少少冇咁人性化。咁第三個樓盤咧就佳健康城啦，講到就坦洲嘅天花板啦。第一個佢嘅價位相對嚟講會比較高。15000幾到17000幾不等嘅一個價位。第二個咧，佢係交標係 OK 嘅，戶型、實用率、交樓標準、花園、物業管理同埋佢嘅位置都 OK 嘅。雖然話係貴少少，但係佢所享受嘅嘢係有區別嘅。跟住金大世紀城咧，亦都係精裝現樓。咁佢而家啱啱加推嘅120平方同埋141平方嘅3房同埋4房樓王單位都係現樓，12000幾尾貨到14000幾左右嘅價位都有啊。咁仲有一個國際花城咧，亦都同大家講下，賣緊都係1萬出頭左右嘅。咁佢就自帶一個500畝嘅一個湖景單位啦，大型嘅社區屋苑啦。咁以上幾個樓盤咧，其實都係容易上車嘅一啲樓盤啦。相對嚟講，就睇翻你中意嘅一個size啦、園林設計啦、戶型啦、位置啦，係嘛？都無區嘅。呢幾個盤住嘅港澳人士都係非常之多嚇。咁所以就同大家去分解下。咁點解唔揀珠海咧？有啲朋友會問到呢個問題喎。咁坦洲同珠海一路之隔。咁我相差1倍嘅銀碼，我又唔係話每一日都喺呢度居住嘅，可能周六日過嚟度下假，平時過嚟 hea 下，或者對養老嘅一啲需求。咁我留翻1倍嘅價錢攞嚟消費，攞嚟衣食住行，係嘛？
都 OK 啊，我點解會唔揀性價比更高少少嘅呢？係咪先？所以今日就同大家去分享咗呢幾個樓盤嘅。如果你對以上嘅樓盤有興趣，或者想了解更多嘅資訊呢，你都可以 PM 我或者 call 我，現場去帶大家去分析、去實行、去了解嘅。咁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。有任何嘅問題隨時 call 我，我係一鳴。